科大团队伫咧云林拿来山区调查人甲高山仔的冲突，结果意外记录到石虎的形影。今年又有记录到3摆石虎出现。研究人员讲，这是自从1988年以来，让30档搁再监测到石虎出现伫咧云林。这一张石虎的相片是伫业署南投分署的自动相机。今年1月是伫云林拿来平顶村所记录到的，也有今年3月嘛伫国溪乡新庄村翕到石虎出入。这4年来伫云林就记录到7摆。林业署表示，这正做中部甲南部石虎串联的重要一点。今年度林内乡平顶村及古坑乡新庄村也持续有3笔石虎记录。1988年云林县古坑乡石虎新闻记录以来，难得的调查资料将台湾石虎分布保育拼图拼凑完全。为了办理高山仔甲人高冲突的调查计划，林保署为2018年委托屏科大团队研究。不过过去30年，云林确实有石虎出入的记录。团队先伫2019年伫拿来乡记录到石虎，刷落来3年来，搁伫拿来甲国溪乡记录到石虎。因出入生态地共通点，拢是伫农田甲拿地交界。我们也会觉得说，虽然目前我们看到林内乡这个石虎的那个活动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但是也同时已经可以去想象到，在这样子一个地方活动呢，其实它已经跟犬猫有高度的交汇，那也势必会预期这些犬猫可能对于在这边活动的石虎是产生一些威胁的。研究团队表示，过去石虎敢若伫苗栗、台中、南投有稳定的族群。虽然即马云林拿来乡、国溪乡拢互人记录到，不过石虎伫云林生态地的族群量、分布范围，也阁需要更较侪科学研究了解。希望相关单位在地居民会当重视，促进生态地品质，互更较侪野生动物伫浅山地区生存落来。记者王伟雄综合报道。